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，互警方真头疼的嫌犯，伊是互列管的毒品的人口底伫真歹，靠说家己带着渐冻症这种的病症，这个态度是真超潮。已经甲警察车拼棍啊介入，每一届红章着，都提出着渐冻症的证明交保，交保了后继续为非三做。今仔日透早5点外，台北市的警方跨区到新店要甲逮捕，伊阁来冲撞着警察，警方甲开2枪，伫伊的厝内抄出着4支的长底枪甲大量的毒品，这已经是伊第9届甲警方来车拼咯。远远就看到目标，警方举枪冲进前，嫌犯佫唔肯缩手就绑，车驶的想要走，原形嘛唔是软脚鞋，连开2枪。为暗时无用到天光，警方出入入，将所有证物拢总查扣。这个嫌犯唔是头一摆甲警方对抗。走路爱别人扶，48岁这个姓陈的嫌犯有渐冻症，厝内有枪。这摆台北市警方掌握情报了，到新北市的新店去抓人。这边有啊，这边有很多人的声音，还说要开枪就开2枪，砰砰。看的时候好像是警察在跟歹徒正在搏斗。那姓陈的嫌犯被抓，要说出互伊的厝主嘛被列为关系人带走。警方事后更加伫厝内抄出价值50万的毒品，甲4支长底枪。毛土一个炸弹根本是将人业处当作兵工厂。因为我们对于诚信犯行的了解，过去也有涉及到相关的枪炮的案件，那所以这次我们特别调集大批的警力。姓陈的嫌犯是被列管的毒品人口，过去是犯案累累，因为伊本身有渐冻症，态度真唱秋。为2004年，倒捌提手榴弹甲警方对抗；2021年，又搁伫西门町的街仔路爆发枪战。提出渐冻症的证明，交保了继续改造枪机，虽然这摆已经是第9摆啊，嘛是本性不改，最后依然互人抓起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